元少睇了一條關於長者患有老人痴呆症嘅片。打機，你嗌咁大聲做乜嘢啊？而家老年化嚴重，所以到那些孤男寡女嘅老人家咧，要自己生存啦。有啲老人家即使有家人嘅照顧，有可能因記憶力下降和認知能力下降，因而忘記家人。太可憐啦！我哋想幫助佢哋。咁你想點做？大家好，我係吳佩瑩，我哋係聖邦濟各書院入面召集咗其他同學仔，曉星、靜瑤、龍中、演傳同子怡。我哋用咗 Grace 整咗隻 game，再配合 Micro:bit 整咗個控制器俾長者訓練佢哋嘅腿部肌肉同埋大腦。而呢隻 game 叫做換回飛機。睇完呢個飛機欖嘅廣告片之後，我都希望我哋呢個遊戲可以通過飛機欖帶長者去翻佢哋嘅回憶，所以我哋先叫夢回飛機。我哋先睇下呢個控制器係由2個腳踏組成，上邊同埋亞加里膠都寫咗左右，代表放左腳同右腳。老人家只要踩落去，就會撳到腳踏入邊嘅掣去發 Micro:bit。由於我哋想訓練老人家嘅腿部肌肉，所以我哋用咗啲阻力較高嘅腳踏，令到老人家喺玩時候要用力踩落去，從而訓練佢哋嘅肌肉。但呢個腳踏容易出現反轉嘅情況，所以我哋下面再加咗塊木板去增加佢嘅少少重量，再喺下面加咗塊防滑墊，咁樣老人家玩得激烈都好，都唔會令個控制器移位。我哋都加咗條 LED 燈放喺地下，老人家都唔會棘到。依家我哋嚟睇下隻 game 先。玩家要喺60秒入面盡量滿足顧客需求，6個顧客入面其中一個會彈出嚟，表示佢哋需要幾多個飛機欖。玩家只要諗夠顧客需求的飛機欖，顧客就會掉錢落嚟，玩家只要執錢就會加分，最後會喺完結畫面顯示翻分數。我哋有2種模式，分別係簡單同困難。簡單模式下，顧客會直接表達佢要幾多粒飛機欖，而困難模式就係顧客會出條加減數去表達佢要嘅飛機欖。咁我哋嚟實際玩簡單模式一次。而家我哋可以見到上面係我哋嘅遊戲，下面係我哋嘅控制器。我踩落左邊嘅腳踏，我哋最下面嘅投籃人就會向左移。踩右邊腳踏，我哋嘅投籃人就會向右移，兩邊踩落去就會投飛機欖上去顧客度。顧客要求嘅數量就會不停減少，直至0，就會決定一個顧客。最後，我哋希望呢隻遊戲可以為長者帶來一啲關懷，令佢哋知道有一班中學生關注老人需求。我哋知道有好多老香港嘅事物慢慢隨住時間嘅改變而消失，同時長者身體又慢慢衰退，正因此夢回飛機先會誕生。一齊嚟玩夢回飛機，回憶舊時飛機欖。